所来看到高雄市的卫生局验出专连咧卖五果鱼有禁药对外公布了后呢，专连提出疑问，结果搁一查验到去啦。这检验卫生局的人员这操作顶打去这批五果鱼根本无问题，但这些害卖鱼的甲饲鱼的损失惨重针对这么重大事故，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出面来回释咧，专案的损失要用国家赔偿但是当初操作的卫生局的检验人员呢，今仔日被警察带走调查，要查看卖伊是咧变啥物梦穿深色外套甲裤互警方带上车，伊就是毒钓鱼案件关键的女助理。昨暝到案检警要调查的是，这个所得被调整是调工的，还是疏信？因为卫生局检验错误，道歉，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意思。高雄市长陈其迈出面回释咧，讲到这个案件，高雄市卫生局是10月14日专连罗德中正分公司抽验台湾钓鱼牌，27、28进行前置作业，29到11月初时进行检验，期间拢是由姓陈这个女研究助理一个人操作。11月2日卫生局公告验出动物的用药，2名业者提出疑虑，卫生局一个检讨发现唔对。任何的更动，事实上都是违反所谓的标准作业程序。即便其中复验。但是因为相关的惯性，在第二位同仁那没有去核实这些程序是不是有被更动的状况之下，得出来的结果也会是一个错误的结果。这个研究助理年资差不多1档半，符合卫生局授权的资格，是经过实验室品管认证授权的研究助理。今年考调高普考了后，11月初时离职。这个重大案件爆发了后，卫生局调机器登入的记录。干那这个女助理尔，捌讲找无人，最后警方顺利伫因厝内找到人，带登去调查。女助理讲是人为疏失，不过这个讲法受影响业者无法度接受。讲叫爱注意，像安尼吼，乱摸你知，政府改的点损失真大呢。相关的球场所赔的部分呢，我们县府会全力的支持，也会协助他们。勇士渔民讲，这几工拢困袂落眠嘛，承认讲有一定的损失。这个案件检警已经伫调查，要调查姓陈的这个研究助理改这个所得的原因。卫生局强调讲，除了操作人员、主管人员，嘛做伙追究责任，针对业者甲卖场的损失，嘛负起赔偿的责任。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